牧师今天的信息啊，好，本来今天礼拜一就预备好，然后我也传给这个我们的新荣，请他帮我翻译。但是呢，在礼拜三晚上查经班结束之后，就有人跑来跟我分享一件事情，害我不得不思考，说哇，这个事情真的实在是很严重，好，所以我必须改变我的讲题，所以我又重新再整理我的这个信息和内容，所以呢就来不及再去翻成英文，但是我要在这边也再次真的是期盼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好，重新回到圣经，对圣经的认识和了解。好，那我也相信今天牧师所分享其实是很短的时间里面，好所去了解的，好所去找到的，好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在这边寻求。好，那么要来看一段圣经节。好，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的第6节到第10节。我相信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很习惯不带圣经了。好，但是你还是要带圣经才是好习惯。跟旁边说，带圣经才是好习惯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的第6节到第10节。好，今天牧师有一些会有投影片，但是有一些经节是不会有投影片的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带圣经，你可以看上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。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：“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”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我们来祷告。慈悲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福分来认识你，来到教会敬拜你，甚至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开我们的眼睛，借着你的圣灵开我们的耳，让我们心里明白，耳朵听见，又相信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。愿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查经班的当中呢，结束之后有一个姐妹来跟牧师分享说，有我们教会的人带她去另外一个教会参加一个特会，去了那个特会之后呢，她很纳闷，就是那个牧师呢去到教会特会，牧师为她预言，哇，替她讲预言，然后呢预言了3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件事情，你或是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发生重大车祸、意外，甚至可能会死亡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呢家里面有个贫穷的灵，好，你要把这贫穷的灵赶出去。第3件事情，你现在这间教会不适合你，你要来我们教会。好，他就给他预言这3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他还跟他说，这3件事情呢是耶稣要对你说的。那他就来问我啦，说，牧师，好，这个是不是耶稣要对我说的？好，那你觉得是不是耶稣要对他说的呢？好，我不能确定，好，因为我没有在场。好，但是我说我不确定是不是耶稣要对你说的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应该要，你应该要好好的自己跟耶稣祷告。好，你自己要好好的去灵修。那我建议你花2个礼拜时间。好，看看好，如果你可以提醒你身边的人，好，鼓励提醒你身边的人，因为安全本来就是需要互相常常提醒的。好，那如果真的是耶稣要提醒你，第二个贫穷的灵的话，好，那我觉得好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好都会被这贫穷捆绑，但是你可以奉主耶稣名好来砍断它。但是第3个最关切最严重的是，他说你不适合这个教会，你要来我们教会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说，好，如果他真的这样说的话，真的是耶稣让你去那个教会的话，那我请你2个礼拜，好，不要去参加。这2个礼拜当中，你好好祷告，耶稣是不是好有感动你？好，要你去那地方，好，不要听到就相信，或是没有去查验。好，因为听到的预言需要去查验。然后呢，他听之后，好，他就说好，那他会继续去了解，去知道看看。但是也让我想到，好，后来他给我那个教会的名字，好，那我就去搜索了一下，其实这个教会应该还是一个当然它是新的教会，好，也是追求圣灵的教会。但是我相信在今天的教会当中，好，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样足够的预备，还有人跟你说圣灵要我跟你讲。耶稣要我跟你讲，你不适合迦南教会，你适合去什么教会？好，那你要怎么样选择？你要怎么样判断呢？所以刚好牧师这礼拜所运用的经节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所以我再重新好把这个
内容，好，再去看了一次经节，看了一次，甚至我把《使徒行传》好从头到尾再看了大概3遍。好，看了3遍之后呢，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：到底圣灵怎么样向人说话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信息第一个目标，好，就是明白圣灵。我们一起来念：一，明白圣灵所启示耶稣的话语，引领我们勇敢向前。如果你有笔的话，把你讲义上面周报上面14页的耶稣的话语把它圈起来。耶稣的话语怎么来呢？好，是圣灵所启示。所以圣灵要对你说的话，好，不是圣灵他自己要说的，好，也不是人要对你说的，是耶稣的话语。第二个目标，好，根据上面这个前提，圣灵所启示耶稣的话语，引导你学习敬畏、顺服从神而来的话语。你把敬畏圈起来，也把顺服圈起来，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好，当你认识圣灵、明白圣灵，第一个你要知道他向你说了耶稣什么样的话语，而且他说耶稣的话是不是真的主耶稣对你所说的，或是人家假借耶稣的名字所说的。另外，当你知道是耶稣所说的，你有没有存着敬畏的心和顺服的心？在我们的学习当中，好，特别这几年，好，有人把上帝的话做这样子的一个分别。好，上帝的话是什么呢？乐高不是 logos， 好，我们说的是 logos， 好，这是希腊文，还有一个是 rhema， 好 ，logos 跟 rhema， 它把它分开，没有错。在圣经当中，你的确可以看到 logos、rhema， 它都是指上帝的话，它也是 logos， 也是 rhema， 那有什么差别呢？第二个，圣灵对人启示的方式、说话的原则，好，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？好，我们要做一个比较。过去你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看到的是过去，好，在今天圣灵在启示说话的方式，会不会跟《使徒行传》一样呢？你觉得也不一样？好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，第一个 ，logos 和 rhema 都是上帝的道，我们一起说上帝的道。好，这个道呢，好是话语，这个道是 logos， 这个道是 rhema， 这个道就是耶稣。好，这个道在圣经当中非常普遍的运用。好，在中文字里面，哇，它用道一个字来涵盖，但是在英文里面，它可能是一个不同的意义。那在希腊字里面当中呢，好，它就是代表了 logos 跟 rhema。logos 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对每个人说的话。我们说神对每个人说的话。好，普遍的，好，全世界的、全球的人，好，神对每一个人要说的话，好，就是圣经。你把圣经圈起来，而 logos 是 rhema 的基础，好 ，logos 是 rhema 的基础。说一次。那 rhema 是什么呢？ rhema 就是神对你个人所说的话，对某人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状况所说特定的话，或是给特定的应许。好，这就是 rhema。那这去年在主日讲道当中，好，郑牧师就有做这样的一个解释。好，那最早有这样解释呢，其实是来自于赵雍基牧师。好，赵雍基牧师呢，他把上帝的道，好，他说，发现在希腊文当中有 logos， 有 rhema， 好，所以他就开始提到说，我们要听，不是只有听，单单听到，还要听见那个 rhema， 听见上帝的话，因为这是上帝要给你的，上帝要启示给你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好，在这个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教会历史当中，你看不到过去做这样的分别，好，就是 logos 跟 rhema。好，但是在近代当中，好，就开始从赵雍基牧师开始，好，就开始把 logos、rhema 分别出来，特别是越灵恩的教会，好，他们越强调 rhema， 甚至呢有一间教会，他们就把它的名字叫做瑞玛教会。我第一次听到，什么叫瑞玛教会？好，那时候我在南部的时候，后来才知道，瑞玛教会就是在指 rhema， 好，就是在指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启示，好，特别的启示。好，那当然这样的分法，好是比较容易理解，好，但事实上，好，有些时候 logos 跟 rhema 并不是完全绝对。好，我们来看3个圣经节，一下跳。第一个是路加福音9章44到45节，好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。”好，这个话后面有注明，就是 logos，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不明白，就是门徒不明白这话，好，这个 rhema 的意思是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这话 rhema 的意思。
好，所以在这边很清楚前面讲到它是 logos， 后面是 rhema， 所以 logos 大家都听见了，可是 rhema 却没有大家都明了。第二个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7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好，耶稣说，我的话，我的 rhema 的启示就藏在你们的里面。所以他会把这样分析说 ，logos 好是你耳朵听见的，好 rhema 是神向你启示的，藏在你里面的。第三，罗马书10章17节，今天我们所读的金句，好，一起来读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好，这里提到这个听道，好，道是从哪里来？是从基督的 rhema 启示来的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好，你可能要去注意、去留意。好，有一些话是普遍的，但是有一些话是个别的、特定的。你都有听过圣经？好，只要你耳朵听得见的人，好，都可以听。就算你听不见，你也可以看。好，你都可以领受这个 logos。但是 rhema， 你有没有曾经领受过？我相信这对每个人来讲是一个独特的功课啊！有啊，常常上帝对我说话，耶稣对我说话，圣灵对我说话，每个人的讲法可能都不一样。但是怎么样去证明这个真的是上帝对你说的话？怎么样去证明这真的是耶稣要给你的，圣灵告诉你的？证明出来，怎么去证明呢？我想我们要继续来了解，好，就是圣灵他怎么样去启示。第二个，圣灵在使徒行传中启示的方式，我们说方式和今天必不相同。我们要知道，使徒行传离我们已经将近快要2000年，1900多年前，1900多年前的生活跟今天的生活会不会一样？语言也不一样，穿着也不一样，习惯也不一样，文化都不一样。所以圣灵做工的方式，你不能完全套用。过去圣灵怎样充满，今天圣灵照样充满。所以我挑了几个，好，当然还有更多不同的方式。挑了几个，第一个，使徒行传里面新约圣经那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？还没有。好，圣经好是到第3世纪之后才被编出来的，所以新约圣经那时候还没有完全，他们只能用书信传说，好口传，但是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方便，一个人就手上一本圣经，甚至可以输入在你的手机里面。所以那时候圣灵他怎么样？他必须要亲自来教导，直接来教导。因为他没有圣经，他没有耶稣的话详细的记载，所以圣灵会立即的对他们说话，好 ，yes or no， 好，要做什么去，好，他会说对腓利说你去，好，讲解给他，去靠近那台车，他会对保罗跟巴拿巴说不准去，好，不准去亚细亚传道，好，要去马其顿，会直接的教导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经。第二个，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人物都有什么的背景呢？律法书，我们说律法书。我们知道这些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人物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。犹太人是什么人呢？好，他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怎么样证明他是上帝所拣选？从小要习读圣经，要读摩西5经、旧约、申命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，甚至创世记跟出埃及记都要能够把它朗朗上口，所以要系在手上，戴在额上。甚至他们要12岁要成人的时候，还要背圣经。所以他们有什么背景？律法书。所以当圣灵跟他们说话，哇，这个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所要预言的那一位救主弥赛亚。他们有那个基础，他们就懂。但是今天有没有人背过创世纪1到50章？有没有人读完生命记全部？我相信你连读都没有读完，更何况去背呢？在使徒行传当中，这些人都有律法书的根基，而这就是重要的根基。你把根基圈起来。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根基，他们就不能传福音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8章，腓利去到撒迦利亚那边传道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埃提阿拉伯来的太监，那个太监他也要念律法书，但是他阿拉伯人，他拿起来念，可是呢，他坐在马车上念的时候，圣灵就对腓利说：“你过去贴近那车。”就过去的时候，刚好听见那个人在念是以赛亚书，所以他就问那太监说：“你懂这上面的意思吗？”他不懂。腓利当场跟他讲解，因为他们是犹太人，他们有这样的基础。第三个，圣灵说话或启示是众人同时领受或看见，并非对个人启示。我在使徒行传里面
这样子翻啊翻啊翻，找不到一个启示是圣灵只给单单一个人，然后另外一个人不知道。当然，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多圣灵会告诉雅加布先知怎么样，告诉对保罗说什么，甚至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主的话，其他人都没有听见。但是还是众人都能够领受和知道，跟今天不一样。今天很多人说圣灵的启示，圣灵只告诉我，但是他告诉我，他没有告诉你，这样就不太一样了。所以是同时众人都领受或看见，没有只对一个人说，然后不向其他人隐藏。第四个，圣灵充满是透过什么传递？使徒传递。好，今天圣灵充满怎么传递？不一定。好，圣灵自己动工，可能在祷告会当中，在特会当中，在聚会当中，哇，就开始追求圣灵充满，圣灵降下来，圣灵自己充满。但是我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，每一次的圣灵充满都有使徒在场，都是透过使徒门徒去为人家按手，那个对方才被圣灵所充满。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。而且那个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，有一个叫西门的，他也会行法术。哇，他看到使徒们去为人家按手就被圣灵充满，他就说你要多少钱我跟你买，你把这个技巧这个魔术交给我。好，然后这使徒们就训了他一顿。好，然后但是呢，上帝还是怜悯他，好解救他说这个罪不发生，希望这个罪不发生在你身上。好，不是用买卖的，不是用模仿和学习，而是透过这些使徒，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人，跟主亲近的人，才能够领受圣灵，而且传递。第五，圣灵充满，好有那种外显式的。我们说外显式，就从外面一看就知道他被圣灵充满。有时候你站在这边，哇，圣灵充满我，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但是有一些是外显式的，可能他会抖，会颤抖；有一些他可能会发热；有一些他可能会开始举手；有人可能会往前倒，有人会往后倒；有人开始会大哭、大笑、大叫；有的会滚，好，有的可能会说方言；有的可能会唱歌；有的还会跳舞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种，但是我看过。好，刚才所讲的我都有看过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好，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是外显式的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怪怪的，好，不太一样。但是呢，在使徒行传当中，这些外显式的充满，圣灵充满，都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。譬如说，最重要的五旬节那一天，使徒行传第2章，圣灵降临下来。他们每一个人通通被圣灵充满。圣经记载说，有舌头像火焰一样临到每个人身上，他们就开始用各国的话赞美神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让他们变得很奇怪吗？或是像击党被那个当机被击党赶快，好让他觉得他好像有神力在他身上？不是，而是他这样让被圣灵充满。那时候刚好是五旬节，好，就是逾越节，天下的犹太人都回来耶路撒冷。因为那一群人，我刚才说天下犹太人，从希腊来的，从罗马来的，从阿拉伯来的，好，从埃及来的，这些天下的犹太人，听见他们这些门徒们用家乡的话在那边赞美神，所以大家都聚集过来。怎么会有人用我们的话在那边赞美神呢？我们住那个地方希腊根本没有人在赞美神，我们住埃及那地方根本没有人在赞美神，所以他们很好奇，几万的人、几千的人聚集。当聚集完之后呢，彼得就站起来讲道，一讲之后，哇，就3000个人觉得扎心悔改受洗。所以圣灵充满有没有他的目的？有，他为了要把人聚集过来，好，而且要让这些门徒知道神的能力与他同在。包括像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的军营好的一个军官，他住在该撒利亚海边那个地方，但是他也被圣灵充满，有什么目的呢？好，代表圣灵不是只有在犹太人身上，连一个意大利人、外国人也可以接受圣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。还有包括亚波罗他是很会传福音的，但是他在传的时候，只有悔改信耶稣，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门徒们也去为这些亚波罗的门徒按手，让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是有他的目的和意义。好，因为亚波罗他的门徒充满之后，他们就把福音传到安提阿，
这福音安提阿教会就在那边建立起来，才能够再让福音传到小亚细亚。第6个，圣灵赐的神迹是借着他的器皿证明所传的道。我们说证明所传的道。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多的神迹，好，包括这个赶鬼、医病，好，彼得叫那瘸腿站起来行走，好，彼得、约翰，好，甚至呢，保罗他去到海岛上的时候，手被毒蛇咬，或是在监牢当中，监狱的门打开，或是彼得有天使来带他走出来，等等，这些神迹，好，不是他们去求来的，都不是他们去求来，而是因为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，见证证明这个人他在传讲的时候，他所传的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要反过来问，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本圣经所传的是真还假的？真的。如果你已经能够证明它是真的，还需不需要神迹再去证明它是真的？多此一举，神迹是为了要证明所传的道。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所说的，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，证明他们所传的道。所以神迹发生的目的，神迹不是主要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要证明所传的道。这边有一张图，好，这就是保罗他们传福音的地图。圣灵降临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从耶路撒冷这地方开始。那个地方住的通通都是犹太人，都是犹太人。但是呢，犹太人领受圣灵之后，他们有一个不确定感，到底这福音是要怎样传出去呢？因为耶稣要升天之前说，但你们要等候圣灵，好，圣灵降，你们就要领受从圣灵来的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好，做我的见证，做耶稣的见证。所以圣灵降临节之后呢，好，就开始这些门徒们就开始有圣灵，他们就去为人按手，但是都是按谁？按犹太人，一直到那个腓利，他去到了海边该撒利亚，好，还有在这地方开始传福音，好，就开始连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的犹太人，好，是混血儿，好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亚述，好，跟人家打战，所以他们被掳去，好，成为非纯的犹太人，但是犹太人轻视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是纯种的，轻视他们，好，所以但是这些非犹太人也被圣灵充满了，哇，所以他们觉得，神的拯救有临到。后来呢，又有一个意大利人，好，就是哥林流，他住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保罗、彼得也去为他们按手，他们也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现在不是只有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，连意大利人也被圣灵充满。然后他们又带着福音去到了安提阿，在这边建立了教会。然后呢，安提阿教会就开始保罗、巴拿巴出去传福音，去到亚细亚，去到了希腊，好，去到了马其顿，好，希腊哥林多，好，一直到今天传福音直到地极。所以圣灵的充满外显示，包括神迹，都是为了要证明所传的道，把上帝的福音带出去。跟我们今天所认识圣灵充满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认识，好，但是跟我今天普遍所听到圣灵充满，哇，圣灵充满释放我、改变我，啊，让我非常的享受，哇，让我非常的安慰。我觉得是有等级上面的差别，明白吗？这是过去的。我们再看。这是过去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还是会有相同的地方。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启示目的，跟今天必定相同。同一位圣灵，这2000年圣灵有没有变过？圣灵说我累了，我交接，好，我请圣灵第2代，我请圣灵第3代来做工，然后换了一个圣灵重新来地上做工，绝对没有。同样一位圣灵，所以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的圣灵，它的目的跟今天会不会改变？不会改变，还是一样。所以很简单，它的目的有这几个。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带经节来带你们念啊。但是使徒行传1到8章，好，你可以看见是彼得，就是圣灵充满，接着彼得他们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圣灵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一起说：如果你觉得你被圣灵充满，可是你又不敢为耶稣做见证，那很抱歉，还没有充满。跟你旁边说，还没有充满。像刚才三鲁在那边做见证，好，他或许不觉得他被圣灵充满，好，但是这是他自己主动，我也没有说点到你来见证，他自己有感动有负担，我相信也是圣灵在这里面，在他的身上在动工，为了要为谁做见证？
不是为他自己，不是为他妹妹，不是为他爸爸妈妈，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讲很清楚，甚至第2章、第4章这些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看，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他们起来讲的话，讲到最后通通都讲到十字架上那一位救主，那一位耶稣，不是讲别人，就是只有讲耶稣。第二个，圣灵充满的目的，要叫人悔改，还要重生，成为耶稣的什么？门徒。这是圣灵充满非常重要的目的。圣灵充满会使人悔改，而且会让人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新的生命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做你原来的事情，那就不是新的生命，你又回到过去，回到从前。哇，有人说，哇，信耶稣真好，我信耶稣之后，我就让耶稣已经赦免我所有的罪了，我再也不恐惧了，我再也不自卑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那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你？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清楚，圣灵充满的对象，这一些人通通都被拣出来、选出来、挑出来，要做门徒。他们没有第二句话，甚至没有第二个选择。所以今天你要求圣灵充满之前，我也鼓励你去思考，你是不是预备好要做耶稣的门徒？你是不是真的有心要跟随耶稣？那你再去追求圣灵充满。哦，做耶稣的门徒很辛苦哎，又要祷告，又要读经，又要禁食，然后要传福音，甚至呢，像彼得、约翰他们在加利利湖撒网，在捕鱼的，都要放下渔网，就要跟从耶稣哎，跟从耶稣很累。有一个年轻人，有钱的年轻人要跟从耶稣，耶稣说，你要爱上帝，要爱人，邻舍如己。他说我从小就这样子的。耶稣说，第二个，把你所有的卖掉，财产卖掉，房子卖掉，车子卖掉，股票卖掉。去帮助穷人，不是卖掉送人，帮助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后来这年轻人怎样？面有难色，忧忧愁愁的走，因为他知道做门徒没那么简单。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吗？圣灵一定要你做门徒。第三，我要差派人去向外邦传扬福音。外邦是什么？不是去到外国，不是去到你家以外，而是外邦的意义。我在后面刮胡。就是去向那些不信上帝的人。你看我们刚刚那个地图，从耶路撒冷几乎通通都是犹太人，从几千年前他们就拜上帝，撒玛利亚也拜上帝，意大利人拜不拜上帝？不拜，他们是拜罗马的神，他们拜的是太阳神，他们拜的是阿波罗。但是当圣灵充满他们，就是要带领他们认识上帝。所以哥尼流认识上帝，希腊人认识上帝，在安提阿教会，开始这些有希腊人、小亚细亚的人，他们也开始认识上帝。所以上帝充满你是要去向这些不信的人传福音。有人说啊，圣灵啊充满我，可是叫我去传福音，不要叫我去传福音。这样圣灵要不要充满你？如果你是圣灵的话，当然不要啊！我充满你做什么？好，所以你可能会说，哇，圣灵你要充满我，圣灵你要浇灌在我身上，赐给我圣灵的恩赐，要赐给我圣灵的9种的果子，哇，要赐给我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不要叫我去传福音。好，要传福音好了，那就是把人带来教会，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小组长，好，顶多这样子。好，你不要叫我去我的教室里面，去我的办公室里面，跟我的同学、跟我的同事朋友分享福音，不要去我的家族里面，好，清明节快到，不要去跟我的家族分享福音，哇，这样子很丢脸，这样就没有圣灵的充满。但是你觉得很丢脸，没有关系，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 care， 你根本就不在乎。第四，圣灵充满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在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，就讲到有一个术士，好，这个术士呢，好，他就是这样，有邪灵在他身上，所以当保罗看到他之后，圣经说圣灵充满保罗，他就定睛骂着他，好，然后就把那个鬼骂出去，好，那鬼就跑掉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教会，但是呢，带来更多的魔鬼撒旦在这教会里面做工。我真的有这样看见和这样的遇过，好，就是本来在教会大家都好好做礼拜天，好，都在敬拜上帝，好，但是呢，自从开始追求圣灵，就好像要赶鬼，好，要斥责鬼，好，要属灵的征战，好，要把撒旦赶出去，好，所以呢开始赶，而且呢要赶得干净，一只鬼不够，还要把2只鬼，好，通通你身上所有的鬼通通要赶出去。
结果呢，开始每一天哇，都有一堆的鬼，本来都好没事的在那边做礼拜，开始在追求圣灵充满属灵恩赐之后，开始鬼越来越多，哇，什么懒惰鬼啊，爱睡觉的鬼啊，然后色鬼啊、酒鬼啊、烟鬼啊，通通都有鬼，通通要赶出去，搞到整间教会，我觉得都没有上帝了。这教会里面每个人身上都有鬼。圣灵充满是要除灭，我们把除灭圈起来，除掉还要灭掉，不是把一些鬼通通带进来。如果追求圣灵充满，让鬼更多在你的生活当中，那就错了。我相信是错的。如果你追求圣灵，但是你越来越怕鬼，你越来越不敢一个人独自独处的时候，好就错了。但是刚才三鲁有分享，好，谢谢他的分享。他说他睡觉不敢睡觉，可是不过是圣经一本圣经。好，这本圣经呢，在某一天当中，他打开看到圣经的话，圣灵也是充满他，就充满他的心，让鬼根本就进不来。好，让这些害怕根本就进不来。第五个，圣灵充满的目的，是要设立信徒、监督，还要牧养什么？教会，请把教会圈起来。有一些追求圣灵的人，他们说：“我们不需要教会，因为神已经告诉我，神已经与我同在，我们不用去团契，不用去小组，不用去周六礼拜，不用。”因为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使徒行传里面，你看到后面20章28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样说：“我是用修订本哦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”圣灵令你们做什么？监督，要牧养全群。全群就是上帝的教会，是上帝用他自己的血换来的、买来的。所以教会在上帝的眼中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血不重要？那送我500cc，我也不要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血更重要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血很重要。所以像刚才三鲁又分享的，看到妹妹骑欧多拜跌倒流血了，好可怕哦！好，血当然很重要，可是上帝看他的教会，等于是他自己的血，是他的命脉，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圣灵的心意在教会，跟你旁边说，圣灵的心意在教会。如果当你追求圣灵充满，却又告诉你，你不用去教会，你不需要教会，你只需要圣灵。我相信这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灵。第六个，圣灵要人借着基督要回转归向上帝。最后一章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28章25到28节就这样提到，这是保罗他在罗马传道，最后他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的话，说因为这些百姓的心麻木，耳朵塞着，眼睛闭着，免得我要从26节开始念。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这样：你去对这百姓说，你们听了又听，却不明白；看了又看，却看不清。因为这些百姓心麻木，耳朵塞着，眼睛闭着，免得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会医治他们。3个要件，第一个，眼睛看见，一起说。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。眼睛、耳朵、心里明白之后，你就回转过来。当你回转过来，上帝就会医治他们。所以圣灵在地上的工作，是要让人家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最后重要的是心里明白。当你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上帝就要来医治你。阿们吗？所以圣灵充满这6个目的：为耶稣做见证，做耶稣的门徒；第3，向外邦不认识上帝的人传福音；第4，除灭魔鬼的作为；第5，要监督牧养教会；第6，使人借基督回转归向上帝。这是2000年前的圣灵到今天一样在做的事情。如果当你追求了圣灵充满，但是却不做这些事情，那是很奇怪的。我们再来看
有几个是今日的扭曲的现象。圣灵不是被使唤的灵。有人说圣灵 Holy Spirit come 来吧。好，有人我有参加有的特会，圣灵好像是他的小弟，圣灵去医治那个人，圣灵去触摸那个人，他好像是他是老大，圣灵是小弟，这样子对吗？圣灵他不是闲在那边没有事，然后好像平常替你提着公事包，然后当你开始有需要服侍的时候，圣灵他就用，然后他就去替你做事情。在使徒行传我没有看到一次是这样的圣灵。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圣灵永远是老大。跟你旁边说，圣灵永远是老大。是这些门徒们在顺服他，在敬畏他，而不是把圣灵当成工具，当成是小弟在使唤。第二，圣灵不对建造教会以外的人事物启示。今天刚刚一开始我所讲的例子，有人启示你，告诉你，圣灵要我告诉你，你今年会倒大霉，你今年会中大奖。圣灵要我告诉你，好，你最好走路小心一点。圣灵要我告诉你，好，你要跟谁结婚？圣灵要我告诉你，你要去读什么科系？你要问，然后呢？好，你不要说真的，圣灵告诉我，然后呢？然后是什么？圣灵要你跟谁结婚？圣灵要你读什么科系？圣灵要你做什么工作？包括圣灵要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然后呢？目的是什么？你要问清楚。有时候真的是圣灵的声音，不能否认。但是你要问清楚，然后呢？圣灵要我做这些事情，要做什么？如果不是为了要建造教会、帮助教会，那你宁愿不要听比较好。因为圣灵他永远是为了他的教会，是为了他的教会，而不是以你自己。今天很多的对圣灵扭曲的，就是把焦点通通集中在自己。圣灵要我告诉你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圣灵要你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，跟教会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圣灵会这么样鸡婆？好，我也不能否认。好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他知道每一件事情。但是圣灵有他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要建造教会。第三，今天圣灵不会启示个人的成功神学。我这边强调是个人的成功神学。我相信成功神学是符合圣经，但是它是全面的，是群体的。如果圣灵要我告诉你，你要去买什么股票，你会赚多少钱？好，圣灵告诉我要我告诉你，怎么样多奉献？你要奉献，上帝会加倍、10倍、30倍的还给你。你要不要奉献？圣灵不会启示个人的成功神学，说这样做你就会成功，你会比其他人更有钱，你会赚多少赚多少，甚至还告诉你你要去买几号的乐透，你就会中什么奖。这种个人的在使徒行传当中一个都看不到。圣灵会让你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因为这是耶稣说的，所以圣灵要照办。但是他不会让你一个人得丰盛，他是要让整群、让教会一起更丰盛。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初代教会凡物共用，大家住在一起，没有一个是穷人，包括后来有寡妇没有饭吃，他们马上要选出执事来为他们做事，不容许有任何的贫穷在教会当中，因为大家要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。第四，圣灵不是站在人数较多那一边。今天我们教会很喜欢开会，民主制度就是选举投票，是人数多那边，大声那一边就是代表圣灵，不是。今天有看到有一些人服侍很热心很热忱，比如说像扫罗，就是以后的保罗。扫罗他热不热心？非常热心，他还会去讲少年的时代，他就对上帝大发热心，只是热心全部用错地方，通通拿去迫害基督徒，逼迫基督徒，去捉拿基督徒，去廖别亚、布贝亚，好去抓基督徒，有很热心，可是服事完全错误。所以圣灵不是说因为你们人多，投票赢、猜赢就是你们，也不是站在说你比较热心。所以今天我们使徒行传16章，他们要去亚细亚传福音，耶稣的灵说不可以，不行。如果要投票，搞不好会赢；如果要比热心，保罗、巴拿巴非常热心，但是圣灵说不行，不可以，因为圣灵他知道，
要从圣灵的角度来看。第五，圣灵不会矛盾，一定会有印证。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圣灵充满的现象，说我圣灵感动我，好要去全职服侍，但是过几天圣灵又没有感动我，圣灵叫我要去职场服侍，然后又过了圣灵又感动我，好要做全职妈妈，好或是圣灵又感动我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样非常的矛盾。圣灵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不到这样子的矛盾，很清楚，好，但是他也不会非常的清楚，好几年几月几号，他就是很清楚一个目标，去建立肢体，建立教会，去为耶稣做见证，去除掉魔鬼的作为，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这几个目的。还有圣灵，他不是一个生疏的神，他不是那个就是很陌生，那你觉得我怎么好像从来不认识，从来没听过？因为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怎么样跟圣灵认识的，就是在第9章，他前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的那个主，大光照他，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那个声音到底是耶稣的声音还是圣灵的声音呢？后来保罗跟圣灵的关系就是一直借着那个声音一直到延续下来，不是2个而是同一个。所以当你追求圣灵，就是你所要追求那位耶稣是同一个，你不要把它分开啊！我已经信耶稣，我今天牧师告诉我们要追求圣灵，所以我信耶稣不够，我要再去追求一个圣灵，我要再去认识一个圣灵，不需要，因为圣灵他所启示出来，他所要帮助你就是要认识耶稣。所以最后我们要怎么样继续领受圣灵呢？这4件事情，我相信在这4件事情上面你都可以领受圣灵。第一个就是在圣经研读，我们本来是写灵修，后来想一想灵修实在是不够，因为灵修有时候你一天只看1节，你要读完圣经，你要民国几百年才能够读完圣经，你必须要读圣经，还要研修研读，你要参加查经班，你要参加查经班，没有其他的。第二个还有什么聚会是研读圣经？所以跟你旁边说你要参加查经班。还有一个方法，你可以参加这个我们刚才叫什么？这些都帮助我们领受圣灵。刚一开始有讲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快就领受圣灵，他们有根基，律法书的根基和基础，所以圣灵要充满的，圣灵要给他们启示耶稣的话，他们是很容易就懂，没有时间。大卫帮牧师讲过一个例子，一个犹太人他信耶稣，他坚持不信，是当圣灵充满他10分钟之内，他就信，而且完全的信，因为他有根基，完全的根基。第二，在敬拜服事当中，你受圣灵充满，不用说哇有什么医治布道会，在台北，在巨蛋什么体育馆，甚至要去到印尼，去到韩国，那才可以领受圣灵。相信不是只有这样。因为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，在耶路上，甚至他们出来，去到犹太，甚至去到撒玛利亚，甚至去到一起每个地方，圣灵都跟他们同在，不是那个地方有圣灵，而是这一群让你研读圣经，并且敬拜和服事，圣灵就要与你同在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，我们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的时候，他们那时候在做什么？他们正在服事。他们正在进食，他们正在聚会，所以在这个当中，圣灵就临到，对人说话，每个人就起领上，出去从安提阿出去要去传福音，所以进食也很重要。我们教会会从10月份开始要推动进食，你可以选择进食，进食当中也是一种服事。第二，在作息，在思想当中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看你有他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就是义人、虔诚的人、敬虔的人。上帝的灵自然来到他，所以他来彼得来他讲道的时候，上帝自己给彼得看异象。当彼得等3天之后来到他家，才讲到，马上就充满个灵流，因为他在思想，在他的生活上，他就已经是周济穷人，他就是一个敬畏上帝。第4，圣灵满更正在困难和逆境。你看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当中，他们在困难当中，他们完全不是那些铁条锁链，他们都要赞美神。所以地震动，
监牢的门都打开，但是他们不走，非常生气。彼得他被捉拿的时候，在监狱当中，有天来带他出去。所以是上帝自己圣灵带领他做工。圣经当中有一个得胜的观点，就是要在原处得胜。所以是原处得胜。什么叫原处？原来的那个地方，你在什么地方遇到困难，神就要在你那地方帮助你得胜。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。原处得胜啊！你在这遇到困难，神会说：好，算了，下一个去另外地方。你看保罗、西拉，你看使徒行传，你说看这些人，他们都是在原处得胜。彼得在什么地方跌倒？3次不认主，但是他也在这不认主的事上得胜。保罗在什么地方跌倒？捉拿基督徒，他说我是个罪魁，因为我们杀了多少的基督徒。但是神要他在原处得胜。说你软弱，就是圣灵要充满你的地方。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软弱就是圣灵要充满你的地方。其实牧师一件希望能够很快讲完嘛，好，但是还是有圣灵的感动我们。最后呢，有3个反省，我们就要来结束。第一个反省，你对上帝的信心是什么？你对上帝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根据他的话吗？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会盲点，就是看自己想要看的。诗篇说我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的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所以看到这句话好开心哦！这个老板圣经告诉我们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。然后呢，跑来跟牧师说：不是，圣经说，诗篇说，你想要休息，不要服侍，上帝自己会用功。要知道他是神。但是这句话讲完了吗？还没有，后面还有。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那诗篇40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你有圣经的。在后面在讲什么吗？46篇第10节，诗篇46篇第10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，在全地也受尊崇。所以这是一句话。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是神他要受尊崇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。就是当有料叫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再讲话了。圣灵在动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再拍手了，不要再敬拜，不要再弹琴打鼓了，因为要尊崇他。有时候敬拜赞美最好的敬拜就是完全的摸香，全部大家都休息，大家都放下来，大家都举手敬拜神。要知道他是神。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的意思拿去解释，我不用做工，我不用念书，我不用服侍，我不用聚会，刚好完全相，因为这是人的盲点。读圣经，读自己想爱看的，读自己喜欢看的，读跟自己有关的，然后呢，这些是要付代价，要做什么的，就跳过去。第二个，你思想会不会跟着神的话，在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用圣经练习这样？用圣经的方法来思想。有时候我们在思想，在决定事情，在做事情，都要说这件事情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够不够？不够。合情合理，还要合圣经。好，说一次。如果你合情，你合理，却不合圣经，你要做，你要考虑，你要就是代表你的思想没有跟着圣经在走。所以你的思想要合圣经，再考虑合理，再考虑合情，这样的决定才会对你有帮助。然后重点是你自己跟圣灵的关系，你的圣灵充满的经验，这是你完全不用读圣经，完全不需要去读旧约，圣灵就都传你，就开始在你身上动工。哇，你就可以去问预言，可以去问人家医治、祷告。那我也相信是 OK， 因为在没有难的事情。但是你的根基是什么？就完了没有？就有几卷，
大概30几卷嘛，新约几卷大概20几卷吧。好，如果你连这个都答不出来，好，那你的根基真的是太薄弱。好，那这不是一定要把它当成考试把它背下来，而是你真的熟悉圣经的话，熟悉上帝他自己的话。后面有一个表格，如果有时间，有什么意义？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跟人家在吵架，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：“是我们班上有人牵头，然后呢，我被诬赖，然后呢被诬赖，甚至我要去跟他对不起。好，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我建议你可以把这面一个一个的步骤把它写下，圣灵会帮助你，一起来祷告。”在你的祷告当中，求圣灵来指教你，耶稣要对你说的话，求圣灵来指示你，耶稣要启示给你的心思意念和旨意是什么。当在耶稣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，你是否有一个敬畏的心，还是一个轻忽怠慢随便的心？如果你轻看神的灵，你轻看神的声音，神也要轻看你，也要厌视你。神说：“专心爱我的，我必爱他。”你对神的爱够专心吗？你对耶稣的爱够专注吗？你对圣灵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寻求他的启示和带领吗？你愿意在读经当中，在圣灵的引导下来，相信圣灵一直在动工。2000年前圣灵在做工，直到如今他依然在做工。2000年前他所启示出来的目的，到今日必不改变。或许方式会变，但是你要知道原因背景是如何，你就能够与圣灵同工，与圣灵同行。圣灵不是要你只有现在这个样子，圣灵要你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灵要你做耶稣的门徒，圣灵要你去向不认识上帝的人传福音，圣灵要你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圣灵要你牧养教会，圣灵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回转归向上帝。神要医治你，神要赦免你，释放你。当你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；耐心等候，必要欢呼收割。这都是圣经的原则。神要你在原处得胜，神不是要你逃避，神不是要你退缩，神不是要你另起炉灶，神是要帮助你在原处得胜的神。你愿意寻求圣灵，你做好足够的预备，愿意寻求圣灵，他要与你同在，他要充满你，他要教导你，他要指示你，他要安慰你，帮助你，他要警告你。